再来看这个月15日，伫台南的北门发生一件枪案哦，凶手伫现场开9枪，一个姓寇的枪手伫19日已经对菲律宾回国投案咯。另外一个姓吴的主嫌昨暗嘛出面投案，嘛已经互法院羁押。这案牵涉到当地公电利益，检警嘛继续在调查。伫警方的介护之下，姓吴的主嫌准备押送去台南地检署。15暗时发生伫北门的枪击案，经过专案小组的追查了后，已经找到迄暗在场的25个人到案说明，姓寇的枪手伫19早起为菲律宾回台投案，21姓吴的主嫌也出面投案。检察官经过讯问了后，已经告法院下枪羁押。这起事件是由于光电的下游包商在施工进行中所引起的纠纷，进而引发的冲突。经检察官晚间讯问，认其涉嫌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等罪嫌，犯嫌重大，且有勾串灭证、逃亡之余，向法院申请羁押。这件北门枪击案是发生伫咧当地一间公庙边，警方接到线报了后，就开始调查。起因是当地的人士介入供电小工程的利益所引发的，和去年的合格800枪案比起来，代志是较细条。不过警方强调一定会全力扫黑。这个我们在看是没有政治的或选举的考量的问题哈，这跟就是我们在北部常看到这些8大行业啊，黑道介入这个势力的问题。有关这个黑道为了这个光电利益火拼的问题，我们绝对不容许这样的事件再发生。所以我们绝对会再发动一波的扫黑。投案的姓寇男性枪手，20台南地方法院已经裁定羁押，而且禁止接见通信。若姓吴的主嫌就要等22开庭裁定。记者台南报道。